经过音乐老师的教学，小朋友现学现弹，以轻松的方式亲近艺文音乐活动。会不会很难？不会，不会啊！你刚刚是第一次弹吗？第一次。第一次啊？那你觉得这个乌克丽丽有趣吗？乌克丽丽刚刚这个乐器有趣吗？有趣，很有趣啊！关心偏乡学童教育平权，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将资源扎入去偏乡小校。16号这天，基金会董事长李怡宁特别将这20组乌克丽丽乐器，要来送给青溪国小学生，希望借此增进偏乡学童学习音乐机会。这次的乌克丽丽活动呢，小朋友可以借由这一次的参与呢，得到一个文化艺术的熏陶，然后从演奏里面呢，参与一个演奏之后、学习之后，可以得到一个正向的能量。偏乡学校的学生真困难有学习乐器的机会，所以学校对着基金会这款热心付出，嘛表达非常的感谢。我们非常感谢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以及李董事长林女士对偏乡小校的照顾这样子。那对深耕的孩子来讲能够学习一项乐器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今天可以圆孩子的梦去学习乌克丽丽，我相信孩子会好好珍惜这次得来不易的机会，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去学习。那相信未来如果有机会，也希望孩子把这个成果带到我们的基金会献给我们的董事长以及基金会的伙伴们。合同文化基金会虽然是一个去年才打成立的基金会，但董事长李怡宁的行动力甲爱心拢满满，为各年龄层规划了侪场的艺文活动，希望透过艺术，造予大家正面的能量。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呢所举办的活动非常的多包括3月份我们举办了亲子的写生比赛的活动，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会再继续办一些青少年的街舞活动，还有一个涂鸦的展览，那当然还有举办一些画展还有演讲的活动。那先预告一下，在5月份有一个重量级的老师呢会来帮大家做一个心境平和的一个抒发的演讲的活动。然后呢再来我们7月份跟8月份，接下来在下半年度我们会举办银发族的文化艺术的学习，还有一些课程，整年度的活动呢非常的丰富。那希望合同建设这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比较好的正向的能量。美丽又有爱心的李怡宁董事长感觉分享是一种喜悦，看到囡仔面上笑容，就是一种最佳回报。也希望让偏乡学童的学习平权会当更加被重视。电视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